第11章鬼子母殺陣和商機。盧俊飛點頭，當初有個睇樓嘅客由18樓跌落嚟，當場就死咗。吳北點頭，佢繼續行前，行咗一段路，見到第二棟佈滿黑氣嘅住宅樓，又問呢度呢？盧俊飛忍唔住露出驚訝嘅表情，有個電工喺度俾電死咗。吳北，你點知呢度出過事？你睇過新聞啦？吳北冇答佢，再行前，然後指住第3棟樓問呢度都出過事？盧俊飛個表情已經變到好震驚，佢望實吳北話有個裝修工人由呢棟樓頂樓跳落嚟，當場冇咗。吳北唔出我所料，佢圍住呢棟樓行咗幾個圈，最後話入去睇睇。盧俊飛面色一變，入去？吳北一笑，唔使驚，有我喺度。吳北都話唔怕，盧俊飛自然唔可以怯場，佢一咬牙，行到吳北前面。棟樓雖然已經封頂，但仲未裝修，裏面堆滿垃圾。兩個人行到一條通道，因為冇電，周圍環境陰陰森森好暗。穿過通道，入到一間屋度，房門仲未裝，更加冇裝修，裏面同樣好亂。吳北一邊行，一邊望住地下，佢嘅圍道之眼發現呢一戶地下10米度埋咗個黑色嘅罌，啲黑氣就係由個罌度走出嚟嘅。呢種黑氣叫做煞氣，對人有害，接觸得耐咗就會有負面情緒，令人心神不定，搞到好嚴重嘅後果。佢嘅視線繼續穿透個罌，就見到裏面用水浸住個 BB 嘅屍體。個 BB 應該仲喺阿媽肚裏面嗰陣就被人拎咗出嚟，得手掌咁大細。見到呢個景象，吳北心裏面一陣惡心，佢即刻拉住盧俊飛離開咗呢棟樓。跟住佢哋一個一個入去其他9棟樓度，每一棟下面都埋咗個罌，每個罌裏面都有一具 BB 屍體。吳北一直唔出聲，盧俊飛忍唔住問吳北，究竟咩事啊？你可唔可以話我知？吳北神情嚴肅，好快就清楚㗎啦，跟我嚟。隔住好遠，吳北就見到山上面有棟別墅，外面黑氣滾滾，殺氣比下面勁幾倍。佢哋去到別墅門口，吳北問呢度都死過人係咪？盧俊飛點頭，死過2個人，你真係神乎其技。吳北嘅目光穿透咗地面，就見到呢棟別墅個花園地下大概5米度埋住個好大嘅罌，裏面係個後生女人嘅屍體，冇咗手腳，淨係得返個身同個頭，好淒涼。佢長嘆一聲，話果然係鬼子母殺陣。佢從玉佩得到嘅傳承裏面就有巫術傳承，其中記載咗一種好惡毒嘅邪法，鬼子母殺陣。呢種殺陣要令一個女人連續懷胎10次，然後一個一個拎出嚟，用秘法整成嬰屍。最後個女人都會俾人殺死，整走手腳，浸落個罌度。呢種邪法要用好長時間，手段好兇殘。佢借助母子之間嘅心靈感應同埋強烈嘅怨氣，凝聚成好恐怖嘅殺氣，威力好勁。咩子母殺陣啊？盧俊飛即刻追問。走咗先再講。吳北冇講多，拉住佢快步行落山。返到車度，盧俊飛就覺得自己好似曳咗氣嘅波，一下子冇晒力，軟癱喺座位度。佢面色慘白，精神萎靡，把聲都震埋，話我點解會咁加？吳北喺佢額頭度冚咗幾下，話殺氣入體，一陣就冇事㗎啦。停咗一停，佢話有人喺度報咗鬼子母殺陣，要破解都唔難，將啲嘢掘出嚟就得。不過你要準備啲嘢。聽講吳北可以破解呢度嘅殺氣，盧俊飛成個人振奮起嚟。吳北，你真係有辦法？吳北點頭，破咗個殺陣就可以繼續裝修㗎啦。講完，佢拎出手機，寫咗一系列材料，例如西角粉、黑狗尿、3年大公雞嘅雞冠血、麥定、公牛眼睫毛等等，用電郵信俾盧俊飛。盧俊飛都預感到吳北似乎真係有辦法，佢激動到成個人震晒。好，我即刻去準備。唔使急，你送我去車站先，我今日要返屋企。聽日正午，你再去車站接我。盧俊飛用力點頭，撻着架車送吳北去咗汽車站。就喺吳北到咗車站嗰陣，唐子怡嘅人正喺雲頂山莊。呢個雲頂山莊佔地幾千畝，地勢平坦，起咗連綿嘅屋宇，係唐家老宅。山莊裏面有棟細樓，唐子怡登住個中年男人。個中年男人40幾歲，生得好英俊有型，睇得出佢後生嗰陣一定更加靚仔。中年男人係唐子怡嘅老豆，叫做唐明輝。佢旁邊係個打扮高貴、氣質極佳嘅女人，睇唔出年紀，個樣同唐子怡有3分似，正係唐子怡阿媽葉玉瓊。而家
唐明輝耷低頭，唔敢望唐子怡。就喺頭先，唐家開家庭會議，收翻咗佢所有職務，淨係保留佢喺唐氏集團嘅董事名銜。如果唔係唐子怡喺爺爺面前撒嬌，唐明輝恐怕連每年分紅都攞唔到。老豆，你要我點話你好呢？唐子怡一副恨鐵不成鋼嘅樣，你識嘅嗰啲人好多都係騙子，少啲同佢哋來往啦。葉玉瓊唔想個女繼續話自己老公，子怡，你老豆都唔好受教啦，咪話佢啦，而家快啲諗下辦法啦。唐子怡反咗反白眼，有咩辦法啊？大奶奶話咗，除非我嫁去金家，如果唔係就冇可能俾老豆復職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唐子怡個電話響，係吳北打嚟。唐子怡連忙行去一邊聽電話。而家嘅吳北已經坐咗喺火車度，佢語氣嚴肅咁問：唐大小姐，你話泰康山莊而家值幾多錢？唐子怡諗咗諗，保守估計200億，不過嗰度邪門得好，冇人會買嘅。你做咩提佢？吳北，如果我有辦法破解泰康山莊嘅邪祟，你哋唐家有冇興趣投資？吳北清楚，盧家面對嘅唔單止係殺陣，仲有好大嘅資金缺口。盧家想翻身，就一定要有唐子怡呢種人幫手。唐子怡對眼即刻亮咗起嚟，你係話你有辦法清除邪祟？吳北，係。泰康山莊好快就會平安冇事，裝修一下就可以拎出去賣。但盧家而家唔夠錢，又冇人脈支持，而呢啲你哋唐家都可以提供。唐子怡眼珠轉咗轉，話你可以代表盧家咩？唔可以，不過你可以同我講，我可以轉達。吳北笑住話，唐子怡，如果泰康山莊真係冇問題，我唐家可以提供所有必要嘅幫助，其中包括20億現金支持。但我有個條件，唐家要攞走泰康山莊30%股權。吳北，我即刻同盧家聯絡，一陣覆你。收咗線，吳北又打俾盧俊飛。盧俊飛正喺翻屋企路上，接到電話，知道唐家肯幫手，即刻好開心。30%股權？完全冇問題。佢即刻話，盧家而家嘅情況已經好差，唔好話30%股權，就算50%都會應承。吳北，呢件事你最好同屋企人商量下。盧俊飛，吳北，唔使商量，我阿爸阿媽實會同意。吳北，咁好啦，我一陣將唐子怡個電話俾你，詳細嘅嘢你哋自己傾。兄弟，多謝。盧俊飛話，好認真。吳北，要多謝我都唔好用把口講啦，聽日見面再講。之後佢又話俾唐子怡知，叫佢同盧俊飛進一步接觸，傾後面嘅合作。唐子怡得到肯定答覆之後，並冇即刻同盧俊飛聯絡，而係望住唐明輝話：老唐，同我準備20億。唐明輝差啲跳起身，寶貝女，我冇20億喎。唐子怡，你仲係董事會嘅董事，有權調動30億以內嘅資金。唐明輝眨眨眼，知女莫若父，佢覺得唐子怡又聞到商機，就問子怡咩生意啊？唐子怡微微一笑，盧家請咗位高人，泰康山莊嘅邪祟就快清除。我準備投20億入股泰康山莊，最多1年，呢20億就可以變成60億，甚至更多。唐明輝一咬牙，好，你去確定情況，資金嘅事等我想辦法。1個半鐘頭之後，吳北就返到屋企，而家已經係下晝5點幾。佢之所以要返屋企，係因為阿媽張麗個病需要佢每日治療。